同志教育係乜雞？好細模嘅，也係細拉嘅，就係課本教嘅。同志教育你係支持還是反對？我要說過2禮拜同志教育搞也唔搞。但我想要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對同性有情慾的感覺？那如果全世界都同志的話，是不是人類就是會變成保育類動物？那他說他會變成同志，是因為老師給他看那部影片，對他帶來很大的影響。我自己認為講所謂的性別光譜或者是同志教育，只是讓我們知道有一些人跟我們不一樣。但一直到國中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好像喜歡男生呢。那個時候，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男同性戀。基本上不會有人自願去變成一個被社會所打壓的族群吧？難道同性戀是一種罪嗎？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向日葵，歡迎收看2禮拜四天舞。17月24日號就合於選舉及公民投票，呢度5隻案呢，及同志有關，同埋有2隻老人嘅社會有關，主題是同志教育。當然，有2隻有贊成嘅，有反對嘅。你節目一開始，我哋談一下反對同志教育原因，佢哋嘅訴求。係乜嘅？1多年，政府嘅同志政策一直受到高度嘅爭議，正反雙方都成立代表性嘅組織，其中主張一夫一妻婚姻關係係一對幸福聯盟。第幾年發起了一項反對國中小同志教育嘅公投。現在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它裡面有一個施行細則啊，那麼去定到說，強迫國中、國小的學生都要學習同志教育。那麼這個法是造成現在各個教科書或者是學校課程裡面的這些多元情慾、多元性別，甚至是變性議題的這些亂象啊。我們主張是國中小是不適齡的，是不應該在國中小來強迫學生學習同志教育。那這是我們公投的這個主要的訴求。今日 VCR 啲導演談到正歷史中就講到隻專有嘅名詞，叫做性別平等教育法，係乜嘅咧？我哋看一下。性別平等教育法，國民中小學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包含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或活動至少4小時。2004年公布施行。2004年的時候，連我都還在念研究所，還在念書。下一張，那我們針對了190位的國中、國小的學生做的調查，在國中還有國小有接觸過同志教育嗎？60%以上係冇，有的還不到40%。回到上一張，同志教育。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地方？講咧安多年的，你啷啷是都利亞，你啷就半年的，14年的，可是其實是有60%的人，其實沒有接觸過同志教育。就是因為它是有立法規定這件事情，那如果學校不教，會不會算是其實是違反這個法的一個運行？就是因為它有說至少一定要4小時，那如果沒有的話，那這4小時拿去做什麼了？這種感覺。雖然有60%的。超過60%都沒有接觸過，那有沒有人接觸過的可以分享一下？內容有什麼？就是在輔導課的時候，就是我們的那個輔導老師有介紹什麼是生理性別，還有心理性別，然後有講到所謂的什麼雙性戀啊、單性戀、同性戀。我覺得他就是有讓我知道一些關於性別方面的知識，還有一些專用的名詞。但是其實我還蠻想知道，就是一些同性戀者他們的想法，但是他並沒有跟我講一些舉例，因為我想知道的。國中的時候，就是像剛剛說的性別光譜，然後給我們看2部電影，就是微電影，一部是如果同性戀是主流，然後另外一部就是訪問，就是同志的人，
他们的感觉，就这样。我是国中的时候上过，然后它大概就是名词的定义告诉你，因为我们的名词我们不是讲同志，我们是讲 LGBT， 然后它就是会告诉你说这些类型的人他们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跟小珍珠一样，就是我知道的定义，我可以自己上网去查，因为这些资料网络上面一定都有。然后如果只是解释名词的话，其实这些事我自己也做得到。但我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同性有情欲的感觉？因为像我应该还算是异性恋，我没有办法理解说对同性有情欲是什么感觉。我想要听听他们的想法。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讲同志教育，有些人反对这样的同志教育内容，其实有些人也赞成，包括一些家长。我们来听一下赞成跟反对分别有哪一些理由。我的意见是偏向反对，因为我是怕说，在国小跟国中的时候，小朋友还在性别模棱两可的时候，我们如果跟他说同志是可以接受的话，我怕大部分的小朋友，就是没有遵照伦理道德下去走了。我是支持，可是国小有点太早了一点，因为我觉得国小应该重视两性，就是教你男生跟女生不一样，而不是教那个同志那个太早了。我个人是适度的支持。因为这个同志教育跟其他的，譬如说像性教育来讲，好像情感教育来讲，其实在国中、国小到高中阶段呢，其实对于小朋友的身心发展呢非常重要。好，那其实你说不教，学校不教，那如果到社会上去，小朋友如果有些错误的认知，其实反而更不好。我是支持教材放入同志教育，因为与其他不知道什么是同志教育，然后在路上可能看到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或者是跟他平常认知不一样的时候，他用一种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别人，这样好像会就是不尊重别人。刚才你談到台研究贊成也就反對同志教育嘅社會人做了調查，從數字當來看，75%、3%的人覺得需要同志教育，不需要的只有25%，也就是1/4而已。雖然知道某些人係少數，我來談一下有哪條理由支持佢哋嘅想法。第一個，有一類的同學覺得說年紀太小，不適合同志教育。聽一類。看到他把同志跟非同志界定为正常不正常，他觉得同志不正常的，所以不正常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教？好像在鼓励不正常一样。以上可能因为同行認為講來 smacks。現場有15名小歐，有沒有人覺得不需要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為什麼果凍也覺得不需要？因為我覺得如果課本有那麼多。就是關於同志教育的問題，小孩子就是會因為我覺得同志教育可以啊，我覺得同志教育就是一個很好的啊。那如果全世界都同志的話，是不是人類就是會變成保育類動物？假如說我教了，就是老師說同性是可以談戀愛的，那就會讓一些可能原本我欣賞一個男生，那我就可能會去嘗試變成同志。好像給了他一個合理化的理由，說我喜歡男生是對的，所以我追他這件事情是可以被接受的。相對的，除了反對的理由，當然贊成的佔75%，有3%。其他的理由很大概，你也來看一下。包括有一些學生認為，這樣就可以認識，好像進一步的尊重那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還有一些人，我們看到有些人覺得太早，可是對於需要的人認為，反而是從小就扎根。我不知道就需要的人有没有什么经验谈，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国中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同学去捷运站，然后看到2个男生十指紧扣从厕所走出来，然后我那时候我诚实说，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歧视、有偏见。国中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起哄，就是看到2个人手牵手，就说哎呦你是 gay 还是怎样？后来我记得。我们学校好像有一个讲座，就是叫一个讲师来讲同志教育，然后多少看到还是会有一点就是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尊重。我觉得需要同志教育嘛，因为我觉得在国中国小这个阶段，就是大家已经会开始
接触到这件事情，甚至有时候同学之间会拿同志这件事情来开玩笑。比方说会开什么玩笑？就是可能女生跟男生可能之间同性之间会有时候会抱来抱去什么，就是下课的时候在玩，然后旁边可能异性看到就是哦你们两个是同志哦，就是类似的玩笑。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透过教育这件比较正常的管道来让我们就是已经开始接触到，但是没有就是真正了解的人去更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同性恋的那个教材必须被放在那个国中教材里面，是因为他们要慢慢的去发掘他们自己的性向，会发现原来自己是同性恋，或者是发现自己是异性恋，我必须去尊重跟我不同性向的人。我觉得我认同那个从小扎根会有效减少歧视这样子的看法，因为像我们也会认为说要教小朋友不要因为别人是可能新住民2代或者是肤色跟我们不一样就去歧视他。那我们也会觉得像这样从小教小朋友就会知道他们可能只是跟我们不一样，但我们没有必要去歧视或是霸凌他们。我认为我自己看过，歧视是建立在非主流。像是有些人可能残障之类的，那些人比较少，那他们就会被受到歧视。大部分我们人类会害怕的东西，都是我们不了解，知道吗？那如果因为现在的风气是就是一男一女，这是正常的。现在的风气，那多数也是如此。对，那如果我们从小就说，就是我没有让他们变同性恋，就是我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就是有同性恋、有同志这种东西，这是正常的，我们不会去歧视他，因为。歧视，你说歧视就是其实心中已经有歧视那个东西已经在萌芽了，你知道吗？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弄掉。如果我们从小就把那个芽，就不要让那个芽生的话，那基本上歧视就是会造成歧视这种情况应该会比较少弄。有没有人立马是不是要回应？刚才听了大家讲了这么多，少数的反对方，但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同志会被歧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现在同志很少。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多，然后是大部分都是异性恋。那假如说以前的话，在很久很久以前就都是同志，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同志。那假如说异性恋很少的话，那这样子异性恋现在会被歧视。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同志太少了，所以可能大家不了解同志，所以同志才会被歧视。你们会想要了解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的，请举手。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如果有机会去认识、理解跟我的差异，我们就听听看专门做性别教育的老师们，他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来听老师的讲法。在国中小推行同志教育，咁做得减少學校度對同志嘅歧視呢？因前來長期去做性別平等教育嘅莊淑清先生，佢談開那裡經驗嘅講。同志教育能让不同性倾向的同学减少在学校被歧视的机会。就是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显示，做正向的、正确的认识同志的教育的话，的确可以减少校园里面的性骚扰、性霸凌的情况。我自己认为，讲所谓的性别光谱或是同志教育，只是让我们知道有一些人跟我们不一样，那不应该因为这样而觉得他们很奇怪，或甚至像你说的去欺负他们，对，或排挤他们。那茉莉，你自己觉得同志教育，就认识同志的教育，什么时候开始学比较适合？我觉得小学2年级吧。小学2年级，你不会觉得太早吗？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让他国中或是高中才了解什么是同志教育，那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解或是偏见。那因为你太晚了解这个东西。堂內小學嘅家長還有專家嘅講法，嘅同志設家係樣嘅看同志教育呢。東哥來到了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專訪第一邊做志工嘅馬克阿哥，談佢那裡佢分享佢自家嘅同志人生。那你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是同性戀？幼稚園的時候看到阿拉丁的繪本，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哇，阿拉丁好帥哦。可是阿拉丁後來跟誰在一起？他有跟老虎在一起嗎？他有跟甲方在一起嗎？沒有，他最後跟公主在一起，他跟茉莉在一起。所以我那時候也覺得，對，我是一個男生，
我应该要喜欢女生，这样，所以我后来会想要尝试交女朋友啊这样子，但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好像喜欢男生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男同性恋，这样。那这样发现后，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发现之后，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因为男同性恋的英文就是 gay 嘛。那在我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常常把 gay 当成脏话在骂。对，那我是 gay， 就好像我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一样。当然也会因为这种事情受伤嘛。毕竟在那个当下，其实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自己内心会有恐惧啊，会有彷徨啊，会不想要承认啊，这样子。对。离开办公室，马克带点东哥来到附近的公园，尽行尽讲，佢一家辛苦的成长故事。佢头摆伫學校度唔識接觸過同志教育，也對佢咁有乜嘅影響呢？那如果那時候就老師在班上有說，就同志這件事情其實很正常，然後就是男生也可以有陰柔氣質，這是很正常的。那你覺得這樣會對你有幫助嗎？我們以前老師都沒有上嘛，所以我會覺得自己跟這個世界好像格格不入，這些事情好像跟我都沒有關係，或者是我有疑惑、我有疑問想要問的時候，我會不敢問，我會不知道跟誰問。那你那時候有希望老師說什麼嗎？其實會希望老師能夠讓大家有更多的理解啊，或介紹，對啊，或者那個時候如果有一個人跟我說你這樣子沒有關係，你這樣很 OK， 告訴大家這件事情其實可以有更多元的觀點，更不一樣的想法的話，我覺得我那時候過得會快樂很多。咱從開始到厲害 ，Andy 講同志教育你也要教得乜嘅，教出嘅內容又係乜嘅，嗱正反雙方嘅意見呢？其實 ，Andy 家弟家長最受理嘅就是自己的孩子變成同志，為什麼？就賣記得話按手，強嚟看下邊一團 VCR。坐喺小亮面頭前，係下一台幸福聯盟嘅行通中招游先義先生。佢咩做人阿爸咧，一下就嚟談看下咧，佢知道各種小嘅同志教育，原來會有乜嘅負面嘅影響。那同志教育有可能讓小孩子變成同志嗎？當然啦，當然，因為為什麼？因為就好像你撒什麼種子，它會長出什麼結果。你知不知道有人被誤導？那所以我這個我就要來跟你分享一下。他說，生涯輔導老師他給我們全班看一部影片，是一個類似斷臂山的同志影片。所以我在16歲的那一年，我跟一個男生變成了同性戀。他本來是個同志，後來他變成不是同志。那他說他會變成同志，是因為老師給他看的那部影片對他帶來很大的影響。他覺得那是很好、很美，有些族群，但後來他改變了。有阿叔提出嚟同志天陽對成人嘅改變，小亮對呀有冇樣樣嘅看法噃？佢反倒進來問嘅問題，問有阿叔喊佢誠意表態嚟佢嘅想法。我覺得，如果他表現出來的樣子好像是他有懷疑了，那我覺得大人應該要做的不是認定說，他就是因為有這個教育，所以他開始懷疑了，所以我們不要教，而是去幫助小孩子理清他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想法，然後去理清自己到底是不是呢？就是我為什麼會這麼想，我到底是不是同性戀，我為什麼是或不是 ？OK， 好，我的意思是這樣。那我懂你的意思。那就說，的確就是因為這個的確這樣的內容都會很影響孩子一個身心靈的發展。但我們認為，在國中跟國小的孩子，他是會被混淆的，而且有例子。因為可能有人覺得反正我只要喜歡同性，我就是同志，我就是同性戀。性別是跟一個人的自我認知、形象、人格密切關聯的。當然，我們需要去好好保護他，然後一個對的引導。這是沒有衝突的，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假设你以后有孩子好了，对不对？有一个食物不好，对不对？不健康，你会一直鼓励的，你会喂你孩子吃这个食物吗？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可能先回答，我觉得同志好，我不好。可能对我来讲，我觉得同志对我来讲不会很好，因为我不会希望我的孩子成为同志。就来个谈英讲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究竟对你们这个年纪的人而言，同志教育有没有可能会致使你们变成同志？我们来看调查的结果。线上调查的结果，60%，就是32.6加27.4，刚好60%，是不太可能。有些人觉得完全不可能。同时，我们看到也有高达20%多的学生觉得，好像有可能，不是很确定。那有一点可能跟非常有可能的加起来，大概是有16%左右，17%左右。同时，我们也问了现场的小欧，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小欧，其实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两派的说法分别都有代表的小欧。我们看立马他就说了，老师如果介绍同性恋，好像那些欣赏同性的学生，就会尝试也变成同性恋。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只是欣赏一个男生而已，然后呢，可能下课都黏着他，或者是跟他很好。那假如说老师说了，就是同性是可以谈恋爱的，那个学生可能就会尝试跟他变成同志。我这样讲像斗笠担心的，我多少可以感受得到他担心的那个层面，会不会教科书的内容，就是你在课本里读到同志教育里面有讲到说喜欢同性是可被接受的，会有某种程度上，像斗笠担心的是一种推波助澜的效果，会不会做了同志教育之后，好像有一点让这个过程加速了？我觉得，加速如果是只是加速的话，也许有可能，但是不会变成，因为他早晚都会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同志教育只是能够帮助他在这个阶段就早一点确认自己是不是。变的意思是指说，从原本不是同性恋变成同性恋嘛，对不对？可是我个人的看点是，基本上不会有人自愿去变成一个被社会所打压的族群吧？他们一定是因为天生。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子，他们真的没办法改自己性向啊，对不对？他不可能会选择去做一个被社会打压的族群啊，谁会那样做？没有人啊。我觉得需要同志教育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它一方面可以让你确定自己是不是同志，因为你有上那个课，所以你就可以确认自己是不是同志。我有看网络上留言，就是类似说，今天教你日文，你也不会就变成日本人，应该是说，我不觉得会被那个影响到你喜欢的啦。那如果你真的有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发现。因为果冻也是现场唯二2位觉得不是这么支持同志教育的，对不对？我可不可以听听你的看法？我觉得同志教育有可能会变成同志，那些比我小的学生，有可能就是会说这样可以耶，那我可能就是尝试一下。那就很好啊，我们就用阿哲的这个反驳的例子来看。阿哲说，如果这样，那过去异性恋教育下，为什么还是会有同志？以往你们没有同志教育的时候，在你们之前，像我们这个年代也没有同志教育，但事实上，同志一直都存在。那究竟是教育造成的吗？我觉得就是原本就会有同性恋，但是那只有少数而已，少数自己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但是现在有那个同志教育，所以可能会让比较多人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所以我觉得现在跟以前同性恋的数量应该会，假如说有同志教育的话，会比较多吧。所以你是说，其实同志教育是让同志数量变多的关键，就是因为现在有同志教育。来，很多人举手，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我觉得你说的某种程度上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同性恋的人的数量比例是差不多的，但是
现代公开自己是同性恋，或是确定自己是同性恋的人会更多。如果一个人天生就同性恋，那如果他就是他没受同志教育的话，他迟早会发现啊。那如果在这个社会风气下的话，他就算发现自己同性恋，他不敢去讲出来。那现在社会不是说什么说要做自己嘛，对不对？勇于表达自我。那难道他就应该因为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之类的吗？难道同性恋是一种罪吗？不是啊。那为什么那这样子不就是变相是我们多数人欺负那少数族群，对不对？谢谢你的补充。那这边追根究底，没关系，我接续着问一个问题，你可以到时候补充回答。你们会不会好奇家长们在担心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父母或家长会担心说，你是不是因为就是你是同性恋，所以你没办法传宗接代，或者是他们对同性恋本来就有一些带着歧视的观念，所以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变成同性恋，然后就不希望他们是同性恋。OK， 同性恋被当成少数，然后会被歧视，所以就是家长怕自己的小孩也会被歧视，或者受到就是外界的类似压力之类的。其实董哥让我想到一点，我也身为一个家长，那某种程度我支持董哥讲的，就是家长是出自于要保护小孩，为了孩子免于你是同志就要承受主流社会的压力的这个出发点。各位，你觉得家长会出自于这样的出发点，就是保护小孩而不希望孩子变同志的举手？2、3、4、5、6、7、8、9、10、11，15个小欧里面有11个。来，其他没有举手，可不可以听听你的看法？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像我举个例子，我国中别班的同学是个同性恋，是女生，他喜欢女生，他也是女生，他的女朋友也是隔壁班的女生，就是他们已经在一起很久，可是受到父母的阻挠，就是父母不让他们。双方父母都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是我觉得，同志教育不只是要教现在的学生小孩们，同时也是要让自己告诉身为父母或者是长辈的人，了解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自己的晚辈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之前有问过我妈说，如果我是同性恋的话，你会怎么样？她自己本身不是那么支持同性恋，但是她会尊重。所以他跟我说，就算我变成同性，虽然他还是希望我我希望我是那个异性恋，可是他说，就算我是同性恋，那我身为他这儿子的这个事实，他就不会改变，那他还是一样爱着我，就是对。其实我在上完这种类似的教育课程之后，我有回家有去问过爸爸妈妈说，如果以后姐姐或是我变成同性恋的话，那你会怎么想？我们可不可以变成同性恋呢？我有先问过妈妈，然后妈妈就说，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只要我尊重你的选择，只要你喜欢那个人，然后你们两个也是可以真心的相爱就可以了，就是只要你幸福就好了。接下来我请10位小欧给自己鼓鼓掌。为什么要鼓掌呢？以往我们在讲同志教育的时候，不管是在媒体上还是在教育的现场，大家可能都有发现。谈论的人是谁？都是我们这些大人。我们第一次能够在30分钟当中听到同志教育的接收者表达自己对同志教育的看法，光是这一点就够珍贵了。当然，电视机前有很多家长，希望你们今天也听到了孩子们怎么看待同志教育。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下週禮拜6暗部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7晚10天圖，拜拜。